喺呢個急速轉變嘅世界入面，我哋日復一日咁追逐好多嘢，成功、財富、名譽，但你心底深處，係咪總覺得人生好似爭咗啲嘢，好似有份唔滿足嘅空虛感呢？好多時，我哋會誤以為外在嘅擁有可以填補內在嘅缺乏，但聖經教導我哋，真正嘅平安同喜樂，從來都唔係嚟自呢啲，佢哋係嚟自一個更超越、更偉大嘅源頭，就係我哋嘅創造主上帝。列王紀上4章25節，好清楚咁話俾我哋知，猶大人和以色列人從但到別是巴，都在自己的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平安居住。呢句經文唔單止係講緊物質上嘅豐富，佢更係講緊一種從神而來嘅完全平安同保障。當你真心尋求神嘅國，將佢擺喺生命嘅首位，你就會親身體驗到，佢會將所有你需要嘅嘢，無論係心靈嘅安穩、關係嘅圓滿，定係生命中嘅方向，都一一加俾你。呢份無條件嘅愛同豐盛，就係我哋能夠擁有嘅最大福氣。